今日 AI 神棍，聽日奧斯卡導演 Kiki 澳門睇戰一日遊。作為一個 content creator， 我嘅日常就係手機、尿袋同埋呢支 AI 神棍。佢唔單止係美拍工人，仲係私人 AI 攝影師。今日咧 Kiki 帶大家澳門一日遊，睇睇 Kiki 拍片嘅相。究竟要 certify 最新款呢支 AI 拍攝相有冇料到？拍片最驚咩？器材重過啞鈴。呢支要 satisfy 用航天級鋁合金，超輕手，23cm 迷你機身，拎取都好方便，女仔用都唔會覺得重。平時自己去睇戰，一直撐住自拍杆對住個頭拍，完全冇全景嗰種 feel。有咗呢個 AI 拍住相，佢自己單獨就有一個面部識別嘅鏡頭，無需 APP 就實現面部追蹤，開機鎖定面部目標跟拍，拍出嚟嘅片更加有 feel。普通自拍杆冇防震，無非就係加埋個長度拍多啲畫面，但係要 satisfy AI 拍住相，仲有單軸無插電機，邊行邊拍得超穩定。去演唱會、姊妹 party、運動爬山都可以穩定拍攝。普通 vlog 唔夠經驗 IG， 想玩創意鏡頭，想玩電影分身術，按個掣就 OK。稀缺柯克變焦，盜夢空間旋轉 ，AI 連運鏡路線都幫你 design 埋，輕鬆套用唔同嘅模板。根據 APP 案例教程拍攝，直頭請咗荷里活攝影指導係之干道。想拍專業展品解說片，呢個專利雙模式嘅手機橫屏豎屏都冇問題，270度任你俯拍、臥拍，360度水平旋轉無限位，成個場景隨心拍，唔使搬嚟搬去。同時咧，佢仲有一個1/4鑼口，可以根據個人添加大部分外接嘅設備，一桿滿足專業拍攝場景嘅需求。呢個迷你遙控器唔單止係個拍攝鍵，都可以遠程操控雲台轉動同埋橫豎屏切換，一個人就可以拍攝運鏡畫面啦。咁我哋可以用遙控器加少少嘅剪輯技巧，就可以 get 鄧紫棋 vlog 同款嘅鏡頭，超簡單，拍得成日都仲有電，續航都 OK。嗱，其實記錄生活唔單止係記錄各個畫面，亦都係記錄畫面背後其他人睇唔到嘅回憶，例如海風嘅力度、樹林嘅風聲，同埋每個覺得特別美好嘅瞬間。仲揀，快啲用佢嚟記錄美好嘅生活啦！